所以最多謝嗰個業務計劃嗰個善長仁翁捐啲錢俾我，等我嗰啲仔咧就唔使出皮費唔使咁重，咁我跟住咧又可以喺屋企啊開開心心咁睇下新聞睇下電視，咁我已經係好心滿意足噶啦。當初咧我就返緊工嘅，喺酒樓做一份工，咁咧突然之間咧就睇唔到嘢喎，咁啊收工，即係做埋嗰份收工先至去睇醫生咯。睇醫生就發現我有呢個白內障啊嘛，睇醫生都半年，睇一次就半年睇幾年，咁跟住我隻眼咧越嚟越朦，睇唔到，過交通燈都即係紅綠燈都睇唔清楚噶啦，即係見到啲人行咁先啊，即係白白地咁樣，跟住啲人過馬路咯。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就去嗰度覆診，咁啊嗰個樓梯啊上落樓梯咁行啊，即係唔知邊條線打邊條線，一叉咗個中低咗啦，成個仆喺度啦，人哋嗰啲人咧就扶起我起身咯。即係我排咗幾年之後咧，我問佢幾時同我做啊，真係唔見路咯喎。咁啊醫生，咁啊佢寫張紙入咗嗰條隊啊，即係白內障嗰條隊啊。其實你入咗白內障嗰條隊，仲應該要等57個月。咁我咧就攞住嗰封嘅排期嗰封信，即係57個月，攞去黃木峰嗰個周姑娘嗰度咧，佢同我就佢話有個業務計劃，同你申請睇接唔接受。咁啊4月13號就寄個資料去寶業醫院，咁咧跟住寶業醫院咧就接受咗，咁啊叫我4月5月21號咧就可以參加做呢個白內障啦。咁我做咗隻翻嚟咧，3日之後咧就拆晒嗰啲紗布啊嗰啲咁嘅嘢咧，就可以睇到啦，好明朗咁睇到翻屋企。咁我咧就做完咗2隻眼睛，做完咗呢個白內障手術啦。最開心嘅啫，就見翻到我屋企嗰啲人，咁啊嗰啲孫仔啦，由呢個畢業咯，即係有個升上大學1年班啦。咁啊又同啲人去唱下 K 啊，係最重要咧，就喺屋企自己照顧自己，唔使啲仔女憂心。咁啊又可以煮飯食，煲湯就解決自己嘅問題。而家又嚟中心嗰度啊，同阿周姑娘嚟嗰啲人參加下嗰啲玩嗰啲節目，所以好多謝嗰個業務計劃嘅善長仁翁，好多謝佢。